祝大家平安，兄弟姊妹們，我相信這個世間的行道呢，時常知道冇路可行，時常知道缺條路，嗱，乜到這個冇辦法，生個信心弱下去，嗱，我個今節講隆同兄弟姊妹聽，呢個詩篇25第9節用講這個的，上帝獻祭要人人要謙卑，照這個法律，係咪要謙卑嘅心，上帝嘅一通使。佢獻大自家，佢家嘅路，佢交出家嘅路，本謙卑嘅人。嗱，世間你行我而家冇路，冇辦法，你聽上帝嘅路，要謙卑嘅心，佢祝福一個路途，得到勝利嘅路。嗱，詩篇25第10節用講到，攏種上帝嘅路，都係要集中心嘅路。嗱，家嘅路都要真理嘅路，本每個人揸門。家佢唱出嘅，嗱係咪人要相信上帝嘅法律，上帝嘅唱出嘅恩典，你揸滿上帝一天帶自家去嘅真理路，帶自家去得勝嘅路，因為到自家要照嘅命令嚟行，嘅命令也一天帶自家去嘅真理嘅路。請有人兄弟姊妹係講世間社會你行到似冇辦法屈條路，去到家唔咩叻唔咩，你聽上帝嘅路。一天佢帶自家去好嘅路，去勝利嘅路，去得勝嘅路，要恩典嘅路，要平安嘅路，要快樂嘅路，也就係要謙卑嘅心，就係自家有信心對佢天下去信主，自家嚟正有照家嘅路去行，係講你唔相信自家得唔到家嘅恩典嘅路，係講有信心對家嘅恩典，對家嘅路。就要有信心嚟相信嘅命令，聽佢唱出嘅，一天自家得到最好嘅路，所以社會裏邊一出係靠自家單灑嘅信心對上帝嘅話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